大家好，我哋係打不死的，我哋嘅題目係運用皮亞傑嘅認知發展理論分析影片教學法如何促進幼兒嘅認知發展。呢個係我哋嘅目錄。隨住科技同網絡嘅進步，越嚟越多人開始喺唔同嘅網站上面發布自己嘅影片，當中好多人會針對幼兒嘅語文、數學等唔同嘅範疇進行教學。越嚟越多幼兒可以好輕鬆接觸到唔同嘅影片教學，因此佢哋有機會長時間觀看呢啲片。而佢哋長時間觀看教學型影片都會有唔同對認知發展有唔同方面嘅影響。首先，我哋認識下咩係影片教學法。佢原先係輔助老師教學嘅一種工具，但係隨住網絡嘅興起，同埋家長想俾幼兒安靜嘅一種電子奶嘴嘅發展，同埋2019年疫情嘅開展，佢逐漸演變成一種普遍嘅教學方式。而我哋主要係研究卡納伊同埋 Uncle Calvin 兩個 YouTuber 嘅形式。卡納伊同 Uncle Calvin 嘅拍攝手法有人物情景法同埋講述法。影片內容大多係針對語文、數學、音樂等多方面嘅幼兒範疇。影片時長有15至20分鐘同埋10分鐘，針對嘅受眾分別係2至6歲幼兒同埋5至8歲嘅幼兒。而卡納伊嘅詞彙重點會標注中文同英文，Uncle Calvin 會重點標示詞彙文化方面，Uncle Calvin 會有量詞口語同埋書面語。而發音方面，卡納伊冇重複詞彙，更加接近日常對話。Uncle Calvin 就係多會重複讀詞彙俾幼兒一齊跟讀。文化方面，佢哋會一齊介紹中外嘅文化。以後嚟咧，會先了解下幼兒究竟係點樣嘅學習嘅。幼兒主要透過感官嘅學習啦，透過模仿同埋強化佢哋嘅學習。其中咧包括一啲偏好嘅學習模式。其中一個咧就係視覺型嘅學習啦，透過眼睛觀察嚟到學習啦，對色彩同埋圖像同埋形象咧對畫面嘅印象特別嘅深刻嘅。另外第二個咧就係聽覺嘅學習啦，透過聲音嚟接收信息，相較圖片同埋文字更容易將注意力咧聚焦喺聲音或者係旋律嘅入邊。另外觸覺型嘅學習，透過觸摸同埋動手操作嚟到學習，中意咧親自嘅體驗同埋參與實習嚟到去嘗試唔同新嘅資訊同埋事物嘅。另外咧，我哋開始咧會介紹 Piaget 嘅認知發展嘅，最為人熟悉就係認知發展嘅4個階段。其中咧感覺動作期咧會透過感官進行思考嘅，另外前運思期咧會比較自我中心。呢個亦都係皮亞傑咧認知發展理論嘅核心概念，就係機母啦、同化同埋調適。咁我哋進入咧影片如何擴展幼兒對世界嘅理解。幼兒嘅生活咧係經驗咧其實係有限嘅，影片咧可以將佢哋咧帶到唔同嘅環境啦，只係日常生活當中咧冇辦法接觸到嘅事物，譬如遙遠嘅地域，透過影片佢哋可以去拜訪一啲嘅熱帶嘅雨林啦，複雜嘅運作過程，例如食物從農場到餐桌嘅過程，唔同嘅文化，譬如習俗同埋生活嘅方式。我呢度有卡納伊啦，佢嘅Uncle Calvin 佢其中一啲嘅海底世界啦、潛水啊，或者係一啲世界嘅地圖、一啲潛水嘅流程同埋水嘅循環。同埋大坑嘅模仿龍同埋一啲新年嘅祝福嘅字句。另外咧，擴展幼兒對世界嘅理解咧，皮亞傑分析入邊咧，佢可以強化到感覺動作期嘅機母啦，促進前運思期嘅過渡。影片入邊咧提供咗豐富嘅感官刺激，譬如影片入邊咧有鮮豔嘅顏色啦、簡單明快同埋輕快嘅背景音樂，直接刺激到幼兒嘅視覺同埋聽覺，應該滿足咗其中嘅感覺動作期咧，幼兒透過感官嚟吸收環境資訊嘅需要。另外，卡納伊嘅影片入邊咧嘅內容編排咧係非常之巧妙嘅，混合咗一啲熟悉啦，同埋一啲新奇嘅元素。熟悉嘅元素包括眼鏡啦，到一啲新嘅元素，譬如潛水鏡、泳衣到潛水衣喺入邊當中。而新嘅變化同埋組合咧唔太常見嘅物體咧，創造咗皮亞傑所講嘅認知衝突，溫和咁刺激咗幼兒有限嘅理解嘅框架啦，促進咗佢進行調適嘅。呢個不斷循環嘅同化調適過程，正正係幼兒機母得以不斷擴充啦、複雜化同埋精煉嘅基本嘅機制啦，從而系統式地擴展佢哋對世界嘅理解嘅。至於 Uncle Calvin 嘅影片咧，其實係點樣去擴展到幼兒對世界嘅理解咧？就係從微觀到宏觀嘅認知概念啦。咁譬如幼兒咧係可以從日常生活當中睇到、聽到嘅交通工具啦，例如警車、消防車咧，呢啲佢可以從影片當中去將一啲名稱同埋功能咧連結起嚟嘅。而幼兒可以通過影片咧認識到公共嘅設施啦，例如圖書館啊、醫院同埋一啲職業，例如醫生、警察咁樣，呢一啲咧都可以俾幼兒理解到咧社會嘅運作同埋唔同職業嘅職責嘅，就令到佢哋咧可以將認知咧擴展到去社區。另外一個 Kelvin 嘅影片咧，係嘅主題咧係會延伸到去動物啦、天文、地理，令到幼兒嘅視野咧可以擴闊到整個地球同埋宇宙嘅。
而 Uncle Kelvin 嘅影片咧係用到一啲簡單嘅方式啦，去解釋一啲物理嘅現象、一啲抽象嘅概念，例如一啲浮力啊、身體嘅構造啊、時間嘅概念，呢啲都係為幼兒咧去建立一個因果關係嘅理解嘅。而根據皮亞傑嘅理論分析啦，咁其實 Uncle Kelvin 咧嘅影片係可以促進到幼兒嘅同化同埋調適嘅平衡嘅，喺嗰個認知建構裏邊。譬如幼兒係可以將一啲新嘅經驗啦加入去一啲既有嘅機模嗰度，呢一個係認知嘅建構啦。譬如幼兒係第一次見到吉普車嘅，咁佢就會用已有嘅汽車機模咧去理解佢。而當一啲新嘅經驗咧係無法被現有嘅機模去解釋嘅時候咧，咁幼兒咧就會修改佢嘅機模去創造一個新嘅機模啦。例如幼兒第一次咧見到直升機，佢發現佢冇轆喎，但係有飛得嘅，咁佢就要必須咧建立一個新嘅會飛嘅交通工具機模啦。而影片咧，Uncle Kelvin 咧都會提及唔同嘅嘢啦，例如咧汽車有警車嘅救護車咁樣嘅，幼兒係會用一啲汽車嘅機模啦，去不斷同化、不斷增加佢對汽車機模嘅建構。咁當影片啦，譬如好似從汽車去過渡到飛機同埋火箭嘅時候咧，幼兒就會發現原來交通工具咧嘅功能同埋外形都會有啲差異嘅。譬如會喺太空啊或者喺空中嗰度飛行嘅，咁呢啲咧係會引起幼兒嘅認知衝突啦，去調適翻原有嘅機模，建立一啲空中交通工具同埋太空交通工具嘅新機模。呢一啲咧都可以透過 Uncle Kelvin 嘅影片啦，透過幼兒可以透過不斷嘅同化同埋調適，令到佢哋嘅認知咧建構起嚟。咁對認知咧會越嚟越複雜啦、精準啲啦，對世界嘅分類同埋理解咧就會越嚟越深入啦。跟住落嚟咧，就講下影片點樣幫助幼兒促進佢嘅想像力。咁第一啦，影片可以創造一個想像中嘅畫面啦，等小朋友去睇到一個唔一樣嘅世界。譬如阿傑咧就話，前運思期嘅幼兒咧就係通常會玩呢個象徵性遊戲嘅。咁例如啦，係將嗰啲積木當成車仔咁樣去玩遊戲啦。咁咧，影片就可以通過一個生動嘅影像同埋聲音去促進佢哋發展佢嘅認知，幫助佢哋理解一啲抽象嘅概念，擴闊佢哋嘅想像力，同埋激發佢嘅好奇心。咁亦都可以透過觀看唔同嘅場景同埋角色互動啦，去令到佢哋可以理解人際關係同埋情感嘅表達。第二點咧就係影片會將一啲角色擬人化啦，去激發佢哋嘅情感共鳴，去同佢哋自我中心呢一個階段咧係吻合嘅。咁佢阿傑咧就話前運思期嘅幼兒咧就會比較自我中心一啲，咁佢哋就係喺自己角度去睇事物，即係淨係諗自己嘅啫。咁透過觀看影片啦，小朋友就可以將佢嘅情感投射到去佢嘅呢個角色身上，去增加佢代入感同埋提升佢嘅想像力，去幫助佢理解唔同人嘅情感，亦都係發展佢嘅認知嘅。咁跟住落嚟就會講下想像力嘅第三點啦，咁就係提供敘事嘅框架去豐富故事嘅構思。咁我就會用皮亞傑嘅認知發展理論當中嘅圖式基模去講解一下嘅。咁基模咧就係講緊個體嘅認知結構啦，或者思維模式。咁第一可以將新信息去拼入既有嘅基模啦，亦都可以改變既有嘅基模以納入新信息，亦都係我哋所謂所講嘅調適。而影片嘅敘事結構包括有開首、發展、結局，係幫助幼兒去組織自己嘅想像，提供咗框架，令到佢哋咧可以將一啲單獨啦同埋零碎嘅想像元素，例如公主、王子、恐龍，去組織成一個更豐富有邏輯嘅故事。而單獨同埋零碎嘅想像元素，即係幼兒原本嘅基模部分，透過框架去組織成故事咧，就係新信息嘅部分。而影片嘅作用咧，就係向幼兒展現一個有邏輯順序嘅故事圖式，幫助幼兒咧用更加邏輯組織嘅方式咧，將一啲單獨嘅元素串聯起嚟，從而咧成為一個完整嘅故事。當中咧，幼兒可以更加進一步咁樣運用想像力豐富嘅故事劇情。呢一個咧就係所謂講緊嘅改變基模去納入新嘅信息，即係調適嘅過程。透過睇一啲嘅影片去增加想像力，可以見到咧影片咧係點樣去幫助幼兒去擴展佢哋嘅想像力嘅。跟住就會講下創造力啦。咁首先創造力第一點咧就會講下啟發問題解決啦，去鼓勵翻實踐創新呢樣嘢嘅。咁我哋就會用直覺思維去解說一下。直覺思維嘅定義咧，就係處於前運算階段嘅兒童進行直覺思維，佢哋其實係基於感覺正確，而非去用一啲嘅邏輯規則去進行推理嘅。咁影片當中咧，角色會有唔同克服困難嘅方法啦，例如有工具去解決問題，而當小朋友咧睇完影片之後咧，佢哋會基於佢哋嘅感覺正確，直接喺影片當中學習，進一步咁樣遷移同埋創新應用呢一啲嘅策略，喺現實情景當中咧去進行創造性嘅實踐啦，同埋試錯，尋找新嘅解決方法，而結合同埋創新嘅過程，去創造一啲新嘅方法啦。咁呢樣嘢咧就可以有效咁樣講述翻咧影片係點樣去幫助幼兒去擴展佢哋嘅創造力嘅。
好，咁第二啦就係可以提升扮演嘅能力啦。皮亞傑咧透過表徵性嘅遊戲咧，去提升幼兒嘅認知發展嘅。而幼兒運用簡單嘅模仿，可以創造唔同嘅嘅情節啦。而睇影片咧，有唔同嘅事物啦同埋人物啦，會影響到幼兒嘅新嘅認知啦。大腦咧都會同時進行同化同埋調適，去發揮唔同嘅創意啦，模仿唔同嘅角色同埋故事嘅。咁第三啦，就係提升聯想。幼兒咧喺前運思期咧，會用心理嘅圖像，例如畫畫啦，同埋言語同埋符號咧嚟表達嘅。睇影片嘅時候咧，會出現一啲新嘅事物啦，圖像同埋聲音都會刺激到幼兒嘅腦部發展腦部嘅一啲諗法嘅。而幼兒嘅心理表象咧，就會提升到佢哋嘅思維啦。唔同嘅形式咧去表達佢嘅諗法，例如咧砌積木嘅建構啦，同埋畫畫。影片舉個例子啊，影片如果介紹圓形嘅話咧。而老師或者家長去俾唔同嘅圓形，俾幼兒聯想唔同嘅事物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可以透過畫畫去畫出唔同嘅嘢，例如圓形畫成時鐘，畫成一塊鏡，或者畫一個笑哈哈嘅笑臉等等。咁接下來我就會講返影片係如何提升幼兒嘅專注力。第一，影片係運用咗幼兒自我中心嘅思維模式嚟創造沉浸式嘅互動體驗。而皮亞傑認為呢個階段嘅幼兒係處於自我中心嘅階段，係無法區分自身觀點同埋他人嘅觀點，就認為外在嘅世界係圍繞住自己運轉嘅。咁由於幼兒認為世界係圍繞住自己運轉嘅，咁睇影片中嘅 Uncle Kevin 同埋 Carla 姨姨喺影片中都係始終直視個鏡頭，並使用你嚟稱呼幼兒，呢個就強化咗幼兒世界圍住我轉嘅感知，讓佢哋認為影片係為咗我一個人播放嘅對話，從而更加願意去投入注意力，營造出一種正在與熒幕前幼兒進行一對一對話嘅強烈假象，而呢種為對話嘅策略係至關重要㗎。咁第二係，唔該幫我撳下一頁啦。咁第二係利用咗自我中心嘅思維，設計咗強制性嘅心理參與。其實幼兒嘅思考係以自身為出發點，會自然回應與自己相關嘅信息。喺影片中就會充滿咗直接嘅提問，例如就問啦：你知唔知呢個係咩顏色㗎？咁問完之後咧，都會留翻低30秒嘅停頓啦，跟住佢就會10秒至30秒嘅停頓啦，呢個時間就會讓小朋友由被動嘅觀看者轉變為主動嘅心理參與者。喺影片中留低嘅停頓時間裏，幼兒就會喺大腦入邊預備回答。呢個內在嘅認知過程就需要投入專注力嚟維持，使得專注不再是外在嘅要求，而係源自於內在嘅活動需求。喺專注力方面，針對單一焦點嘅認知特徵啦。根據皮亞傑嘅理論，前韻思期嘅幼兒專注力猶如聚光燈，一次只能聚焦喺一個最顯眼嘅特徵，使用飽和度較高嘅色彩或者體積較誇張嘅大型道具，令到呢啲刺激可以成為無可忽略嘅單一焦點。第二，運用持續切換的策略維持注意力。幼兒嘅注意力短暫且易變啦，對於單一嘅刺激容易快速飽和。以明快嘅節奏不斷切換明顯嘅特徵，例如啱啱展示嘅黃色大字母 A 啦，立刻轉換時會跳動嘅鮮紅色字體數字3。第三，達成延長專注嘅實際效果。在幼兒對目前嘅刺激失去興趣、專注力即將失去嘅時候，提供一個新嘅刺激，通過呢種持續重新捕獲嘅過程中，有效延長幼兒嘅整體專注時間。喺記憶力方面，影片教學法亦都能夠透過多感官刺激強化幼兒嘅記憶編碼。根據皮亞傑嘅認知理論，喺前韻思期嘅幼兒開始能使用符號來表徵的事物，進行記憶編碼嘅基礎。而喺 Carla 姨姨嘅影片教學入邊，佢教導幼兒有關牙齒嘅知識嘅時候，加入咗唔同嘅顏色同埋卡通版嘅牙齒，展示出牙齒被細菌入侵嘅樣。最後更加用打怪物嘅遊戲嘅圖像同埋擊敗怪獸嘅音效嚟教導幼兒正式嘅刷牙方式嚟擊敗牙齒嘅細菌。而記憶嘅形成係需要有效嘅編碼嘅。前韻思期嘅幼兒嘅編碼方式比較感官化。影片教學法運用咗鮮豔嘅顏色、可愛嘅牙齒卡通圖案同埋有趣嘅擊敗怪獸嘅音效嚟刺激幼兒嘅視覺同埋聽覺。而幼兒透過影片對感官嘅刺激強化咗記憶編碼，長遠可以提升幼兒對學習新事物嘅記憶力。其次，
影片教學亦都透過重複嚟彌補記憶策略不足，提升幼兒嘅記憶力。根據皮亞傑嘅認知理論，前韻思期嘅幼兒，佢哋嘅記憶策略尚未成熟，佢哋唔會主動使用重複朗讀、組織等方式嚟記憶事物。而 Uncle Kelvin 嘅影片教學入邊，佢配合咗交通工具嘅圖片，透過重複朗讀唔同交通工具嘅名稱，同埋以互動嘅形式嚟邀請幼兒一齊讀，嚟教導幼兒認識同埋朗讀交通工具嘅名稱。而影片係可以不斷咁重複播放嘅，加上影片教學入邊不斷重複朗讀交通工具嘅名稱，同埋邀請幼兒一齊朗讀呢種被動嘅重複，可以代替幼兒尚未發展嘅主動複讀策略，長遠可以強化幼兒嘅記憶力。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講一講影片教學法不足嘅地方。咁喺皮亞傑嘅理論入面咧，佢就認為小朋友咧應該用唔同嘅感官嚟學習啦，咁從而獲取呢個經驗同埋知識嘅。咁但係喺影片教學法入面咧，淨係得視覺同埋聽覺嘅刺激，咁就缺乏咗其他嘅感官刺激。咁第二咧，皮亞傑嘅理論佢都認為小朋友應該要透過主動探索，從而去幫助佢哋發展佢哋嘅認知發展。咁例如喺播放影片嘅時候，應該要配合翻小朋友嘅年齡同埋興趣。咁但係喺影片教學法入面，咁部分嘅播放者可能就冇跟翻小朋友嘅年齡層同埋興趣嚟為小朋友揀選一啲合適嘅影片。咁第三啦，喺皮亞傑嘅理論入面，佢就認為前運輸階段嘅小朋友唔應該淨係透過單方面嘅灌輸，從而去建構佢嘅知識嘅。而且如果佢哋嘅環境係可以作出一啲有效嘅配合，係可以令到佢哋嘅認知發展得更加好。咁但係喺影片教學法入面咧，咁部分影片播放者可能就冇同小朋友一齊睇影片啦，亦都冇同小朋友做一啲互動，甚至喺播放完影片之後，咁佢哋都冇做一啲延伸活動，咁樣就會減低成個影片教學法嘅效果。咁我哋應該點樣有效咁使用影片教學法嚟提升翻小朋友嘅認知發展咧？咁我哋就分為3個階段。咁階段一就係喺播放影片之前啦，咁播放影片者就應該根據翻小朋友嘅年齡去幫佢哋揾一啲合適嘅影片。例如2歲嘅小朋友嘅影片時長應該大概喺5分鐘左右，3歲嘅小朋友應該喺15分鐘左右。咁階段2喺播放影片嘅時候，咁影片播放者應該同小朋友一齊睇呢啲影片，而且喺影片嘅關鍵點度可能做一啲暫停，去同小朋友去做一啲互動。咁喺階段3影片播放完之後咧，咁影片播放者應該都邀請翻小朋友去分享翻自己對呢個影片嘅一啲睇法啦。咁亦都可以向小朋友提問一啲同影片相關嘅問題，同佢哋去做一啲探討。咁喺最後亦都可以同小朋友做一啲延伸活動。好，最後係總結。總括而言，根據皮亞傑嘅認知發展，雖然影片教學法可以幫助幼兒促進一部分嘅認知發展，但係如果淨係俾佢哋睇片而冇實際嘅接觸或者自己嘅經驗，咁影片教學法並不足以促進佢哋認知發展。所以如果正確使用影片教學法，就可以促進佢哋認知發展。例如讓播放者對佢哋去參加相關嘅實驗活動或者相關遊戲，俾佢哋喺實踐中運用影片嘅內容，從而加強幼兒在影片裏學習嘅知識。好，呢個係我哋嘅分工表同埋參考資料，多謝大家。